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嘅頻道啦，阿文打網球日記。咁啊，我成個幾禮拜冇鋪片啊，因為其實之前上個月打波整親隻眼，醫生要我休息成足足一個月啦，成個月冇打波咯。咁啊，首先同我啲學生講聲唔好意思先，同埋都多謝你哋肯等我。咁就同埋啲觀眾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成個幾禮拜冇鋪片，咁就今日專登請咗半日假，攞埋個發球機過嚟拍翻啲片，補翻數俾你哋。咁我嚟緊呢幾集，一連幾集咧，將會拍攝一啲網球嘅基本技巧啦，正手、反手、開波、volley 啊啲咁樣。咁先戴咗頭盔先。我將會教呢啲技巧技術咧，就係一啲初學者或者中階者會啱用嘅。如果閣下打緊好高 level 嘅，咁就千祈唔好挑剔我啦。因為我唔係職業球手嚟嘅，我打緊學緊做緊嘅嘢咧，都係一啲我喺一啲書本上面學翻嚟啦。咁就你問100個人100個方法，正手、反手、開波，個個都唔同嘅，個個都唔同講法嘅。我嘅方法咧就會係傾向一啲比較容易明啦、容易做啦，同埋好容易去可以重複咁樣做好多次嘅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就可以喺從中有一啲有用嘅嘢，可以喺大家嘅網球上應用得到咯。係咯，差唔多夠鐘啦。落開講啦，我哋。我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個top spin 嘅正手咯。上次咪講完正手咯，今日又講正手。今日呢個正手係比較高階啲啲咯，advanced 少少嘅。上次有一個 basic 嘅正手啦，其實理論上多少都會有啲 top spin 嘅。今日講呢一個咧就真係刻意打出嚟嘅上旋。今時今日打網球嘅上旋好緊要啦，因為大家可以好大力咁樣去片個波啦，個波會轉，跟住就會落地啦。過網會高啦，自己會安全啲啦。冇咁易出界啦，因為佢會墜翻落嚟。落咗地之後咧，仲會跳高嘅。對手就會好難 handle 嘅。今時今日嘅呢個新世代網球咧，如果冇呢個上旋嘅正手嘅話咧，就好難打噶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練好呢一個技巧，呢一個技術，非常之重要嘅。關於 grip 嗰啲我唔講啦，上次大家可以去抄翻我啲點樣揸啲咩 grip 啊，咩係半西方啊咁樣。我哋就由呢一個準備動作開始啦。準備嘅時候咧，就會揸住呢個 continental grip 啦。呢個馬步就略闊啦，闊過膊頭少少。咁就係呢個 continental grip。當個波飛過嚟嘅時候咧，當大家判斷到係正手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咧就一定要係轉身，用左手去帶動轉身。呢一個時候咧就轉埋 grip 嘅順便。呢一個正手 grip 咧，我哋就揸呢一個半西方啦 （semi-western） 啦。就轉身轉埋 grip 之後咧，放手，塊板垂低，要留意呢一個啦。拍面係向地下嘅，跟住然之後揈塊板向前嘅時候咧，個 racket pop 咧係由下至上嘅。向上高收板，可以喺呢度收板。如果有時大家見到咧球速即係個板頭好快嘅話咧，有時會喺呢度收板都唔出奇嘅。如果成個動作全個動作做咧，就係咁樣啦，垂低塊板，咁樣，垂低塊板，咁樣。OK， 嚟多一個。轉身轉 grip， 垂低塊板，拍面向地下，向前揈出去。呢度停一停，望一望個 racket face 係90度角嘅。打到個波之後咧，有呢一個抹波嘅動作，向上收板，喺呢度收，或者呢度都合理嘅。側跟做一次俾大家睇。轉身轉 grip， 塊板向地下，向前揈出去 ，perpendicular 嘅90度角，然之後向上抹。係啊，聽落好似好複雜，其實簡單啲嚟講咧，即係由下至上咁樣去掃，去 brush 個波嘅，去掃個波嘅，係啦。我用呢個發球機示範俾大家睇睇。
大家見到啦，個波飛過嚟嘅時候咧，轉身轉 grip 啦，拍面向地下，向上掃上去，收板收高啲。大家見到咧，個波過網咧比較高啲嘅，咁但係佢會墜翻落嚟嘅，咁就係一個好安全嘅打法。最緊要上身膊頭手腕要放鬆啦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個速度咧會唔夠快嘅。下至上。個 racket pop 係下至上咁樣打上去，下至上咁樣上去，下面掃上去，由下面掃上去。OK， 咁見到實在唔係好難㗎嘛，係嘛？其實主要手腕啦、手掌啦、膊頭比較鬆嘅話咧，個板速咧快少少咧，就會比較容易打出呢個上旋嘅。咁啊，其實一路講緊，喂，點解你唔完全冇轉身啊？完全咩冇壓腳嗰啲咁樣嘅？咁其實頭先示範俾你睇嗰陣時咧，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咧，其實腳係有曲嘅。咁點解我一路都冇講話要轉身啊？打完之後一定要轉身啊，成啊啲咁樣咧？因為其實只要你準備嘅時候，你係有呢一個用左手去帶動拉板呢一個動作咧，其實你已經係有轉身㗎啦。跟住然之後你打完出嚟之後咧，你個膊頭係向住對面嘅話咧，其實你已經係差唔多有180度嘅轉身㗎啦。所以其實唔需要特別去睇呢樣嘢嘅，只要你準備嘅時候做得啱，打完個波之後出得晒，其實你已經有足夠嘅轉身㗎啦。咁啊正手上旋頭先講咗啦，咁其實最主要呢個即係有呢一個抹呢一個動作咧，咁其實咧就有少少 tips 俾大家嘅。咁啊，平時可能喺埲牆嗰度咧，大家可以咧用一個網球啦，揾一埲牆啦，先用手掌先啦，咁樣去按下佢，去攞呢一個抹呢一個動作，呢一個嗰個手感。咁啊，用完手掌之後咧，可以用埋呢一個網球拍咁去按佢，因為平時打完之後咧，係會有呢一個向上抹走呢一個動作。咁啊，大家多啲做呢一個動作，咁樣按下佢。如果揾埲牆咧就會易啲嘅，咁樣按下佢咧，咁啊大家去攞呢一個手感，同埋記住上身手腕膊頭一定要夠鬆。千祈唔好夾硬用死力咁樣揈出嚟咧，好容易受傷。仲有一個非常之有效嘅練習嘅，就係呢個 shadow swing 啦。咁啊，開頭大家可以就咁用個手掌啦，當呢個手掌係一個手板，呢個手掌係你塊板啦。咁就拉板嘅時候，記得有呢一個轉身啦，呢一個轉身。跟住 racket drop， 即係你跌塊板嘅時候咧，記得呢一個手掌向下。係啦，咁啊，大家幻想一下個波過嚟咧，你跌落去咧係低過個波過嚟嗰個高度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咧向前，跟住就 check 一 check 個手掌啦，係咪呢個垂直啦？跟住就喺向上高收板。咁啊，可以用呢一個手掌嘅 shadow swing 去練習。咁啊，大家記得咧做嘅時候咧係要有目的去做嘅，即係唔係話好快咁樣亂嚟嘅。咁啊，記得係要慢啲啦。去到 contact point check 一 check， 停一停，跟住向上收板。咁啊，用塊板嚟做 shadow swing， 又係啦，一樣啦，轉身轉 grip， 跟住塊板垂低嘅時候咧，記得向地下向前
打出去嘅時候咧 check 一 check 呢一個板面係咪垂直，跟住向上高收板。咁就大家做嘅時候咧，記得慢啲嚟做，因為慢啲咧先至會個肌肉咧先至會記得嘅。如果大家咁樣好快咁樣去做咧，係好爽啊，但係冇乜目的嘅啫。咁啊，大家記得慢住去做。希望大家有用啦。咁啊呢一個上旋對於大家係非常之有用嘅，一定要練好佢嘅。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一集分享。咁就你哋去多啲練波。如果想揾我練波嘅就快啲揾啦。咁啊下集見，拜拜。